H.G. Wells The Star。新一年嘅第一日，幾乎同一時間，來自3個天文台嘅消息公布咗一件事，就係圍繞住太陽運行，位處最外圍嘅行星海王星，佢嘅運動開始出現異常。其實早喺12月，奧吉爾維已經注意到海王星嘅運行速度似乎出現減慢。呢類消息本來唔太可能引起世界嘅關注，因為大多數人根本唔知道有海王星呢樣嘢存在。而即使後來發現喺受干擾嘅海王星附近出現咗一粒微弱又遙遠嘅光點，除咗天文學界之外，都冇引起咩大反應。不過科學界嘅人就覺得呢個消息相當唔尋常，因為隨住時間過去，大家發現呢個新天體變得越來越大，越來越光亮，而且佢嘅運動方式完全唔似其他行星咁有規律。同時，海王星同佢嘅衛星受到嘅偏移，亦都變得前所未有咁嚴重。好少冇受過科學訓練嘅人，可以真正想象到太陽系嘅巨大孤立。太陽連同佢身邊嗰啲細細粒嘅行星、塵埃般嘅小行星，同埋幾乎摸唔到嘅彗星，一齊漂浮喺一片幾乎令人無法想象嘅虛空之中。喺海王星軌道之外，就係一片人類觀測所能及嘅完全空無一物嘅空間，冇溫度、冇光、冇聲音，只有一片死寂嘅空白，延伸足足200億乘以100萬英里。呢個係去到最近一顆行星之前最保守嘅距離估計。除咗少數比最薄弱火焰仲要虛無嘅彗星之外，喺人類所知嘅歷史入面，從來冇任何物質橫跨過呢個宇宙深淵。直到20世紀初，呢個流浪者出現。呢係一個龐大嘅天體，體積巨大，質量驚人，毫無預警咁由天空嘅黑暗謎團之中衝出嚟，闖入太陽嘅光輝之下。到第二日，用任何一件合格嘅儀器都可以清楚睇到佢喺獅子座接近軒轅14嘅位置，呈現為一個直徑幾乎察覺唔到嘅亮點。再過一陣，就連歌劇望遠鏡都可以睇到佢。新年第3日，橫跨2個半球嘅報紙讀者第一次意識到呢個天空異象嘅真正重要性。倫敦有一份報紙用行星相撞作為頭條，宣稱道新認為呢個奇怪嘅新行星好可能會同海王星相撞。專欄作家紛紛圍繞呢個主題發揮。於是喺1月3日，世界上大多數首都城市都彌漫住一種或多或少但都相當模糊嘅期待，覺得天空可能會出現某啲非凡現象。而當夜晚隨住日落一路繞住地球推進，成千上萬嘅人抬頭望向天空，卻只係睇到一如以往熟悉不過嘅星辰。直到倫敦天亮，北河三開始西沉，頭頂嘅星星變得蒼白。嗰係一個寒冬嘅黎明，病態而緩慢嘅日光一點一點滲入，而煤氣燈同蠟燭嘅黃光喺窗內閃爍，顯示有人已經起身活動。就係嗰個時候，打呵欠嘅警察睇到咗佢，市場入面忙碌嘅人群停低咗，張大口，趕早返工嘅工人，送奶嘅人，派報紙嘅司機，通宵狂歡後疲倦返家嘅人，無家可歸嘅流浪漢，當值嘅哨兵，而喺鄉村落田嘅農夫，偷偷返家嘅偷獵者，喺整個昏暗但逐漸甦醒嘅大地上，甚至喺海上等候天亮嘅水手，都睇到同一樣嘢。一顆巨大嘅白色星體突然出現喺西方嘅天空，佢比天上任何一顆星都要光亮，比黃昏時分最耀眼嘅金星仲要亮。即使天色已經轉光，佢仍然又白又大，唔再只係一粒閃爍嘅光點，而係一個細細嘅清晰嘅圓盤。天光之後1個鐘，佢依然掛喺天上。喺科學未能觸及嘅地方，人們仰望住佢，心入面湧起恐懼，互相講起戰爭、瘟疫同其他災禍，話呢啲火焰般嘅天象正係不祥嘅預兆。強壯嘅布爾人、皮膚黝黑嘅霍團督人、黃金海岸嘅黑人、法國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都企喺日出嘅光芒之中，
望住呢顆奇怪新星慢慢沉落西方嘅天空。而喺全球過百個天文台入面，壓抑住嘅興奮已經幾乎要爆發出嚟。兩個遙遠嘅天體正高速撞埋一齊，科學家忙住奔走，收集攝影器材、光譜儀，準備記錄呢個前所未見嘅景象，一個世界嘅毀滅。因為被摧毀嘅真係一個世界，一個同地球一樣嘅姊妹行星，甚至比地球更加龐大。被撞擊嘅正正就係海王星，而由外太空衝入嚟嘅行星直接命中佢，劇烈嘅撞擊熱力即刻將兩個固體星球化成一團巨大而熾熱嘅白熾物質。喺嗰一日，喺黎明前2個鐘，呢顆蒼白而巨大嘅白星繞住地球行過，只係隨住佢向西沉落，光芒先至慢慢減弱，而太陽就喺佢之上升起。世界各地嘅人都對佢感到驚奇，但當中最震撼嘅，莫過於嗰啲長年喺海上習慣仰望星空嘅水手。佢哋遠離陸地，未曾聽過任何消息，只係突然見到呢顆星，好似一個細小嘅月亮咁升起，攀上天空正中，又隨住夜晚過去，慢慢沉落西方。當晚，世界各地都有同一個景象，呢顆蒼白而巨大嘅白星喺黎明前出現，又隨住太陽升起而逐漸褪色。人人都對佢感到驚奇，但除咗驚嘆之外，世界仍然照舊運轉。到第二晚，當呢顆星再次升起，歐洲各地嘅山坡、屋頂同空地都聚滿咗人，佢哋面向東方，等候呢顆新星再次出現。佢升起時，前方帶住一層白色光芒，好似一團白色火焰。見過佢誕生嘅人，忍唔住叫出聲：佢大咗，佢光咗。而事實亦都如此。嗰晚，西邊沉落嘅半月喺視覺上完全冇得比較。即使佢佔據咗更大嘅天空範圍，但亮度都比唔上呢顆細細圓圓嘅新星。街道上人群聚集，四處都聽到同一句說話：佢更光。但喺昏暗嘅天文台入面，觀測者屏住呼吸，互相望住對方。佢近咗。一把聲接一把聲重複：佢近咗。而呢句說話透過電報嘅滴答聲，沿住電話線震動，傳遍四方。喺無數城市入面，滿手油墨嘅牌子工人用顫抖嘅手指拼出同一句話：佢近咗。辦公室入面寫字嘅人忽然放低支筆，街頭交談嘅人忽然停住。喺千千萬萬個地方，人們突然意識到呢幾隻字所包含嘅怪誕可能性。呢句話沿住蘇醒中嘅街道奔跑，被人大聲喺結霜嘅鄉村路上傳喊。啲讀過消息嘅人企喺昏黃燈光照住嘅門口，向過路人高聲宣布：佢近咗。衣香鬢影嘅女士喺舞會之間聽到呢個消息，臉頰泛紅，眼神閃亮，只係敷衍地表現出一啲佢自己都未必感受到嘅興趣。近咗啊！真奇怪，啲人真係好聰明，竟然可以發現到呢啲事。喺寒冷夜晚行路嘅流浪漢抬頭望天，小聲重複呢句說話，當作自我安慰。都要近啲啦，夜晚凍到咁，就算近咗，好似都冇幾暖。跪喺死者身旁嘅女人流住眼淚，大聲喊：一顆新星，關我咩事？一個為考試而早起嘅學生企喺結滿冰花嘅窗前，望住天空，自己慢慢推算：離心力、向心力，停低一顆行星，攞走佢嘅離心力，剩低向心力，佢就會跌向太陽。而呢個，我哋會唔會喺佢條路上？嗰一日嘅光芒同以往一樣消退，但喺之後結霜嘅黑夜入面，呢顆怪異嘅星再一次升起。而今次佢亮到連逐漸圓滿嘅月亮都好似一個蒼白嘅影子。城市被冷白色光照亮，好似夏夜嘅滿月。喺南非一座城市入面，有位重要人物結婚，
街道燈火通明，迎接佢同新娘返嚟。有人奉承咁話，連天空都為佢哋點燈。喺摩羯座之下，兩個黑人戀人為咗彼此嘅愛情，冒住野獸同邪靈嘅危險，依偎喺一片甘蔗林入面，螢火蟲喺四周飛舞。佢哋低聲細語，嗰顆就係屬於我哋嘅星。佢哋喺嗰份溫柔嘅光芒之中，感到一種莫名嘅安慰。而喺另一邊，一位大數學家獨自坐喺佢嘅私人書房，將桌面上嘅文件推開。佢嘅計算早已完成，個細細嘅白色藥瓶入面，仲剩返少少令佢連續4個長夜保持清醒嘅藥物。呢幾日入面，佢每日都一如既往，冷靜、清楚、有耐性咁為學生授課，然後即刻返到屋企，繼續佢嗰個有關一切嘅計算。佢嘅面容嚴肅，略顯消瘦，因為藥物而帶住一種不自然嘅亢奮。佢靜靜坐咗一陣，似乎陷入沉思。跟住，佢行到窗前，啪一聲拉起百葉簾。喺城市密密麻麻嘅屋頂、煙囪同尖塔之上，半空之中，嗰顆星正懸掛住。佢望住佢，好似望住一個勇敢嘅敵人咁。你可以殺死我，但我可以用呢個細細嘅腦袋掌握你同埋整個宇宙。即使而家我都唔會交換。佢望咗望嗰個細小嘅藥瓶，唔需要再瞓覺啦。第二日中午，分秒不差，佢走入講堂，照慣例將頂帽放喺講台一角，然後仔細揀咗一支大粉筆。學生之間成日講笑，話冇嗰支粉筆，佢就冇辦法上堂。有一次有人將粉筆收埋，佢真係即刻上唔到堂。佢企定，透過灰白嘅眉毛，望住一排排年輕而新鮮嘅面孔，用一貫平實而驚心嘅語氣開口。出現咗一啲情況，一啲超出我控制之外嘅情況，令我無法完成原本計劃好嘅課程。如果我要講得清楚又簡短啲，各位先生，人類係白活咗。學生互相對望，佢哋有冇聽錯？係咪癲咗？有人揚起眉毛，有人露出笑容，但亦都有一兩張臉仍然專注咁望住佢冷靜而帶住灰白鬍鬚嘅面容。今日呢個早上，我會盡我所能向你哋解釋啲計算係點樣令我得到呢個結論。我哋假設佢轉身面向黑板，開始構思一個佢慣常會畫嘅圖表。有人低聲問：啱啱佢講白活咗係咩意思？另一個學生指住講台，細聲話：聽佢講。然後佢哋慢慢開始明白，當晚嗰顆星升起得更遲，因為佢本身向東移動，已經由獅子座移向室女座，而佢嘅光芒亮度升起時，令整片天空都變成一種發光嘅藍色，幾乎所有星辰同行星都被掩蓋，只剩下天頂附近嘅木星、五車二、不宿五、天狼星同埋北斗嘅子星。佢又白又靚。喺世界好多地方，當晚都有一圈蒼白嘅光暈圍住佢。佢明顯大咗，喺熱帶清澈嘅天空入面，睇落幾乎有月亮1/4咁大。英國地面仍然結霜，但世界亮到好似盛夏嘅月夜咁。喺嗰種冰冷而清晰嘅光之下，人可以輕易睇到普通印刷字。城市入面，街燈卻顯得又黃又暗。嗰一夜，世界各地都醒住，整個基督教世界，郊野上空彌漫住一種低沉嘅嗡嗡聲，好似石南花叢入面嘅蜜蜂聲。而喺城市入面，呢種聲音逐漸變成喧鬧。嗰係鐘聲，無數教堂鐘樓同尖塔敲響鐘聲，召集人們唔再瞓覺，唔再犯罪，而係走入教堂祈禱。而喺佢哋頭頂，嗰顆星隨住地球嘅轉動同夜晚嘅流逝，
愈來愈大，愈來愈光亮。城市入面，街道同屋企燈火通明，造船廠光芒刺眼，通往高地嘅道路，成晚都亮住，擠滿人群。喺文明世界周圍嘅海面上，引擎轟鳴嘅船隻，鼓起船帆嘅帆船，滿載住人同動物，正向住大海同北方駛去。因為嗰位大數學家嘅警告，已經透過電報傳遍世界，並且被翻譯成上百種語言。新行星同海王星喺一團熾熱嘅火焰之中糾纏住，正以愈來愈快嘅速度朝住太陽衝去。每一秒，呢團燃燒嘅物質都飛行超過100英里，而佢嘅速度亦都每一秒都持續增加。按照佢嘅路徑，佢本來會喺距離地球1億英里以外掠過，幾乎唔會對地球造成影響。但喺佢預定路徑附近，嗰顆強大嘅木星，連同佢嘅衛星，正繞住太陽作壯麗嘅運行。每一刻燃燒中嘅星體同呢個最大行星之間嘅引力都變得更強，而引力嘅結果係不可避免嘅。木星會被拉離原本嘅軌道，轉入一條新嘅橢圓軌道，而嗰顆燃燒嘅星體亦都會被木星嘅引力拉偏方向，偏離原本直衝太陽嘅路徑，畫出一條彎曲嘅軌道。佢可能會同地球相撞，又或者至少會非常接近地球。地震、火山爆發、颶風、海嘯、洪水，仲有氣溫不斷上升，去到乜嘢程度，我都唔敢估計。嗰位大數學家就係咁樣預言。而喺佢頭頂之上，孤單、冰冷、帶住蒼白光芒嘅末日之星，正燃燒住。對好多通宵仰望住嗰顆星，望到眼睛酸痛嘅人嚟講，佢似乎真係一步一步逼近緊。而就喺嗰一夜，天氣開始改變，原本緊緊籠罩住中歐、法國同英國嘅嚴寒開始鬆動，逐漸轉為解凍。但你唔好以為，因為我講過有人通宵祈禱，有人上船出海，有人逃向高地，全世界就已經陷入恐慌。事實上，日常生活仍然主宰住世界。除咗閒談時嘅話題同夜空嘅奇觀之外，10個人入面仍然有9個繼續忙住自己平凡嘅工作。城市入面，大部分店鋪照常開門關門，醫生同殯儀員照樣做生意，工人返工，士兵操練，學者讀書，戀人相會，小偷潛伏同逃走，政客繼續策劃佢哋嘅陰謀。報館嘅印刷機通宵光明，而唔少神職人員拒絕打開教堂，去助長佢哋眼中所謂嘅愚蠢恐慌。報紙不斷提起公元1000年嘅教訓，當年人類同樣預期世界末日。佢哋話嗰顆星根本唔係行星，只不過係氣體，係彗星。即使真係行星，都唔可能撞到地球。歷史上從來冇過先例。所謂常識，到處都顯得強硬、譏諷，甚至有少少傾向迫害嗰啲死守恐懼嘅人。當晚，格林威治時間7點15分，嗰顆星會去到最接近木星嘅位置。到時候，世界就會知道事情會點樣發展。好多人將大數學家嘅嚴厲警告當成精心包裝嘅自我宣傳。最後，所謂常識，在一番爭論後，帶住幾分怒氣，表明自己堅定不移嘅信念，上床瞓覺。野蠻與原始社會亦都一樣，對新奇事物已經感到厭倦，繼續佢哋夜晚嘅日常。除咗偶爾一兩聲狗吠之外，動物世界對嗰顆星毫不在意。然而，當歐洲各國嘅觀測者再次睇到嗰顆星升起，雖然遲咗1個鐘，雖然睇落冇比前一晚更大，仍然有唔少人清醒住，準備嘲笑嗰位大數學家，認為危險已經過去。但由呢一刻開始，笑聲停止咗。嗰顆星開始成長，佢以一種可怕嘅穩定速度，每一個鐘頭都變得更大一點，每一個鐘頭都更接近夜空嘅中央，光芒越來越盛，直到夜晚變成白晝。如果佢係直線衝向地球，而唔係走一條彎曲嘅軌道，如果佢冇被木星拖慢速度，
佢一日之內就可以跨越整個宇宙深淵。但實際上，佢總共用咗5日先至掠過我哋嘅星球。到第二晚，喺英國人眼中，佢落山之前已經有月亮1/3咁大，而解凍已經無可避免。佢喺美洲升起時，幾乎同月亮一樣大，耀眼到令人無法直視，仲帶住灼熱。隨住佢升起，一陣陣熱風吹起，喺維珍尼亞、巴西同聖羅倫斯河谷，雷雲翻湧，紫色閃電閃爍，冰雹前所未見。馬尼托巴出現解凍同毀滅性嘅洪水，世界各地嘅高山之上，雪同冰開始融化，所有由高地流出嚟嘅河流都變得渾濁洶湧，喺上游捲住樹木同人同獸嘅屍體。河水不斷上漲，喺幽冷嘅光芒之下，終於衝破河岸，追住逃命嘅谷地居民。喺阿根廷沿岸同埋整個南大西洋，潮水比人類記憶之中任何一次都要高。暴風將海水推入內陸，有啲地方洪水甚至湧入幾十英里，整座城市被淹沒。夜晚嘅熱力大到太陽升起反而好似帶嚟陰影。地震開始出現，並且越來越頻繁。由北極圈一直到合恩角，美洲大陸嘅山坡滑落，地面裂開，屋宇同牆壁接連倒塌。中國大地被照得一片白亮，但喺日本、爪哇同東亞群島上空，嗰顆巨星變成一團暗紅色嘅火球，因為火山噴出嘅蒸汽、煙霧同灰燼，正迎接住佢嘅到來。天空之上，熔岩、熱氣體同火山灰翻騰，地面之下，洪水沸騰，整個地球隨住地震不斷搖晃、光明。好快，西藏同喜馬拉雅山千百年不化嘅積雪開始融化，化成千萬條水道，奔流而下，湧向緬甸同印度斯坦嘅平原。印度叢林嘅糾結山峰，多處同時起火，而喺奔流嘅洪水之中，人影同獸影掙扎住，映照出血紅色嘅火舌。喺一片無法控制嘅混亂入面，無數男女沿住寬闊嘅河道逃亡，奔向人類最後嘅希望開放嘅大海。嗰火星越來越大，越來越熱，越來越亮，速度快得可怕。熱帶海洋失去咗原有嘅輪光，翻騰嘅黑色浪濤之上，蒸汽好似幽靈咁升起，點綴住風暴中翻滾嘅船隻。然後奇蹟出現，喺歐洲等候新星升起嘅人，以為地球已經停止轉動。喺高地同低地嘅空曠地方，逃離洪水同倒塌房屋嘅人，徒然等待住嗰火星升起。一個鐘過去，另一個鐘過去，喺可怕嘅懸念之中，嗰火星仍然冇出現。人們再次抬頭望向嗰啲以為永遠失去嘅舊星座。喺英國，頭頂嘅天空又熱又清澈，雖然地面仍然不停震動，但喺熱帶地區，天狼星、五車二、不宿五，透過蒸汽薄膜隱約可見。直到最後，嗰顆巨星終於升起，足足遲咗近10個鐘。幾乎同一時間，太陽亦都喺佢旁邊升起，而喺佢白色核心之中，出現咗一個黑色圓盤。喺亞洲上空，嗰顆星開始落後於天空嘅運動。當佢懸掛喺印度上空時，佢嘅光芒忽然被遮蔽。由印度河口到恒河河口，整個印度平原變成一片閃亮嘅淺水方圓。寺廟、宮殿、土丘同山丘之上，密密麻麻站滿咗人。每一座尖塔都聚集住一群人，但隨住酷熱同恐懼，人們一個接一個跌入渾濁嘅洪水之中。整片土地仿佛在哀號。忽然，一道陰影橫掃過呢個絕望嘅火爐。一陣冷風吹過，雲層開始聚集。幾乎被亮光刺盲嘅人，抬頭望向天空，睇到嗰個黑色圓盤，正慢慢爬過光芒。嗰係月亮，正移到星體同地球之間。而正當人們為呢個短暫喘息而向上帝呼喊之際，太陽忽然以一種難以解釋嘅速度，從東方跳出。星、太陽、月亮一齊衝過天空，於是
對歐洲嘅觀察者嚟講，星體同太陽幾乎同時升起，一段時間內並肩疾行，然後速度放慢，最後喺天空正中央停低，星同太陽融成一片刺眼嘅火焰。月亮已經再冇遮蔽星體，而係完全被天空嘅光芒吞沒。而對於仍然活着嘅人嚟講，大多數只係帶住飢餓、疲倦、酷熱同絕望所帶嚟嘅遲鈍，望住呢一切。但仍然有少數人能夠理解呢啲徵象嘅真正意義。星體同地球已經去到最近距離，互相繞過，而嗰火星已經通過。佢正以愈來愈快嘅速度遠離，進入佢最後一段直衝太陽嘅旅程。然後雲層聚集，遮蔽咗天空，雷電交織，為世界披上一件外衣。整個地球落起前所未見嘅暴雨。喺火山仍然對住雲幕噴射紅光嘅地方，泥流如瀑布般傾瀉而下，四方八面，洪水由陸地退卻，留下高架嘅泥濘廢墟。大地好似一個被風暴沖刷過嘅海灘，散落住所有曾經漂浮過嘅物件，同埋人同野獸嘅屍體。幾日之內，洪水持續由陸地流走，捲走泥土、樹木同房屋，喺鄉野之間堆起巨大嘅堤壩，挖出深不見底嘅溝壑。呢啲就係星體之後降臨嘅黑暗日子。喺呢段時間，甚至之後嘅好多星期同幾個月，地震仍然不斷。但嗰火星已經過去，人類喺飢餓驅使之下，又慢慢鼓起勇氣，開始返回佢哋被摧毀嘅城市、被掩埋嘅糧倉同浸透嘅田地。少數幸存嘅船隻滿身創傷，步步為營，響住汽笛，小心翼翼咁駛入已經面目全非嘅熟悉港口。而當風暴平息，人們逐漸察覺，每一日都比以往更熱，太陽顯得更大，而月亮縮小到原本1/3，兩次新月之間變成足足80日。至於人類之間新形成嘅兄弟情誼、法律同機械嘅保存，冰島同格陵蘭嘅轉變，令後來到達嘅水手見到巴芬灣沿岸變得青翠宜人，幾乎難以置信呢個故事並冇提及，亦冇提及人類因為地球變得更炎熱而開始向南北極遷移。呢個故事只關心嗰火星嘅到來同佢嘅離去。火星嘅天文學家因為火星上確實有天文學家，只不過佢哋並唔係人類自然對呢一切產生極大興趣。佢哋從自己嘅角度觀察呢件事，考慮到嗰枚被拋入太陽系，最終射入太陽嘅蛋體，其質量同溫度之高，實在令人驚訝。地球竟然只係受到如此輕微嘅損害，所有熟悉嘅大陸輪廓同海洋分布依然保持完整，唯一嘅差別似乎只係兩極周圍嘅白色變色區域被推測為結冰水縮細咗。呢番話只不過再次證明一件事：喺相距幾百萬英里嘅距離之下，人類最巨大嘅災難睇落去都可能只係微不足道。